最中意敲到咯。我最中意玩積木。遊戲能夠帶俾小朋友愉快、有趣同埋成功嘅感覺。世界各地提倡寓教於樂，將學習融入遊戲當中，俾小朋友擁有愉快嘅學習體驗。課程發展議會配合幼兒教育發展趨勢，喺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入面強調兒童為本。當中嘅遊戲學習好開始，均衡發展樂成長，唔單止係教育理念，亦都係課程設計嘅核心方向。每個小朋友天生就中意玩，我哋只需要將遊戲嘅自主權交翻俾佢哋，俾佢哋自由選擇遊戲嘅材料，設計遊戲嘅情節，同朋友仔協商角色，制定遊戲規則等，就能夠激發小朋友嘅好奇心同求知欲。喺課室唔同嘅角落，我哋都會放置同學習主題相關嘅遊戲，譬如一個主題關於茶嘅遊戲，小朋友就會自由運用唔同嘅工具同感官去探索茶葉嘅特性，又試下用唔同嘅方法去除茶漬。建構遊戲係一個好好嘅活動，可以幫助小朋友了解結構、形狀、數量同埋距離等嘅數學概念，係一個關於中國名勝嘅學習主題。小朋友會嘗試用積木拼砌出唔同嘅建築物。我哋再睇下呢個咩嚟嘅？過程中，小朋友會諗辦法，亦都會參考人哋嘅做法，去嘗試解決困難。喺認識社區嘅主題，小朋友有機會參觀區裏面一間糖餅店，之後佢哋就好想喺課室開一間能夠屬於佢哋嘅餅店。於是老師就同小朋友一齊進行佈置，由餅店嘅招牌到價錢牌等等，都係由小朋友製作。好啦，今日係我哋嘅乜嘢餅家開張啦！小朋友喺遊戲裏面了解到中式糕點同中國節慶習俗嘅關係。過程裏面，小朋友玩得好投入，仲訂立咗規矩，例如買嘢要排隊。之後探索能夠促進小朋友嘅溝通能力、協商技巧。當佢哋面對遊戲入面嘅挑戰同困難，亦會學習靈活調節遊戲嘅玩法，提升解難能力。小朋友，我哋準備開始我哋嘅跨區遊戲啦！咁我哋今日咧又可以整唔同嘅點心啦，豐富我哋嘅茶樓食物咯喎。雖然每一個區角都係獨立，但我哋都好鼓勵小朋友按住遊戲嘅情景進行跨區活動。例如，當小朋友喺模擬茶樓嘅遊戲裏邊，侍應問佢哋想飲咩茶嘅時候，如果發現茶樓冇自己想飲嘅茶，又或者喺品茶體驗活動發現冇自己想泡嘅茶葉嘅時候，佢哋就可以去製茶包嘅區角製造佢哋想要嘅茶包。同時，跨區遊戲能夠關顧小朋友唔同嘅學習需要，因為佢哋可以因應自己嘅能力同埋興趣去參與唔同嘅遊戲。近年，本港同國外嘅研究都指出，唔同嘅遊戲都可以促進小朋友知識、技能同態度上嘅發展。小朋友喺國慶日觀賞咗煙花匯演之後，印象好深刻。之後老師就諗到為小朋友進行一個以煙花為題，以遊戲嘅形式進行藝術嘅集體創作。係喎，原來你哋咧上呢個星空咧都會呈現咗好多唔同嘅顏色喎。咁不如咧，我哋一陣間咧就將啲顏色擺喺張畫布上邊，然後我哋就要做啲咩啊？拎起。點解要拎起嘅？要流咗去。哦，因為我哋要拎起就可以慢慢流落去。老師特意加入咗好多好玩嘅元素，例如除咗俾小朋友用手自由探索顏料，佢哋仲可以用浸咗顏料嘅海綿同埋裝滿咗顏料嘅氣球掉落畫布上面，營造出煙花綻放嘅效果。小朋友主動參與活動，利用感官體驗唔同嘅創作樂趣。
為咗提高體能活動嘅趣味性，我哋會鼓勵小朋友將佢哋以往學過嘅技巧同用過嘅體能用具去設計好玩嘅循環遊戲。你話俾小朋友聽點樣玩啊？呢個可以開合跳。小朋友喺設計過程中學會溝通、協作同埋創新，表現非常投入，因為佢哋可以將自己嘅諗法變成真正嘅遊戲。遊戲可以幫助小朋友發展執行功能，即係專注力、記憶力、抑制力同埋靈活應變嘅能力等等。咁小朋友就更容易喺課堂上邊坐得定，跟到指令，同埋有更加好嘅學習表現。自由遊戲係由小朋友嘅內在動機所誘發嘅行為活動。老師可以提供低結構物料、連結物同埋遊戲嘅配件，俾小朋友利用物料創造出無限嘅玩法。遊戲前，老師擔當遊戲試玩者，親自探索物料同埋配件嘅唔同玩法，有助設計更具吸引力嘅遊戲設置。遊戲期間，老師需要擔當觀察者，去細心觀察小朋友嘅行為、語言、表情同埋佢哋使用工具嘅方法，嘗試解讀佢哋嘅需要、困難同埋能力，從而決定需唔需要介入。除此之外，老師亦可以係參與者，同小朋友一齊合作進行遊戲。而當我哋見到小朋友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可以透過提問、示範或者設計情景，幫助小朋友思考解難嘅方法，擔當佢哋學習嘅啟迪者。遊戲結束後，老師可以去邀請小朋友分享經歷同埋感受，並且鼓勵佢哋用唔同嘅方法表達，幫助佢哋理解自己喺遊戲中嘅表現、困難，同埋分享遊戲中好玩嘅地方。學校嘅空間有限，我哋會善用所有合適嘅空間去俾小朋友進行遊戲。例如喺走廊裝設咗磁石牆，讓佢哋進行探索同埋創作。面對有限嘅空間同遊戲物料，老師亦都可以選擇輪換物料嘅策略。例如今個星期建構區主要係積木加車仔，下個星期就加紙箱同膠樽，俾小朋友有新鮮感，老師又容易管理，同埋能夠善用資源。有家長會問，幼稚園點樣幫助小朋友銜接小學階段嘅 STEAM 學習？香港嘅 STEAM 教育係由小學開始，一啲過深嘅活動，例如編程，並唔配合幼稚園階段兒童嘅發展。喺幼稚園階段，我哋最重要嘅任務係配合小朋友嘅成長需要，有系統咁提供機會俾佢哋自由探索、動手動腦。老師日常可以配合小朋友嘅生活經驗，喺主題學習同埋其他學習環節設計唔同嘅遊戲。呢一啲學習經歷就正正係為小學先開始嘅學科學習以及 STEAM 學習建立良好嘅基礎。學校同家長一齊重視，珍惜遊戲時間，小朋友就可以玩住學，等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愉快成長，主動學習。從兒童為本嘅角度出發，根據小朋友發展階段同學習需要，準備適切嘅遊戲材料同活動，減少單向嘅直接教授、干預同埋規範，以從遊戲為策略，啟發小朋友嘅好奇心同探索精神，讓遊戲成為小朋友喜愛學習嘅契機，促進小朋友全面發展。